这把下儿童大家小姐两个里面能专业杯咖啡专家陈芬林，伊本来是自身工厂时，认真感觉也工作过无聊，如开始学习咖啡。一开始伊是对三合一的只用咖啡色稀释，颜色如营销特色度，伊感觉咖啡透过神奇多变化，如一头深入去研究的，乃如去上课，要考的几多相关证照。喺开始嘅以行体位同较好嘅咖啡人生。早上头先啉一杯咖啡，听到人的音乐是安尼开始的。不会太淡，等下它冷了后会变味道变重，现在喝会感觉比较薄一点。不过对咖啡师陈芬林来讲，泡咖啡就像睇变魔术。它可多变，然后它完全没有所谓的上限这件事，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去发掘它。我后来发现进入到咖啡的世界，就是说它有太多的选择性了，而且每一个选择它都是一个专业。就是一点份咖啡的安度变化，其将对自身工厂时，可以红做咖啡师。因为我在做这个资讯的这一块产业，基本上其实我自己做的也没有觉得很有特色的，然后再来就想说，这个应该不是我会持续做到我老的时候。那我与其这样子，那我干脆就是在我还可以选择的话，赶快转换跑道。陈芬林像平常样的打开音响，家家睇顺风，专心的睇泡咖啡，一下就品得到咖啡香。人一定想的第一是咖啡师的家，上来迄睇因奶弄係咖啡香味的天堂，也係下下弄嘅輕講究的魔鬼訓練營咯。一般人面前就是觉得一个蛮随和的人，但是你跟他相处，如果是共处，就是一个工作底下的话，你会发现他细节还蛮多。他会说，这个可能冲得太淡啊，或者是你的比例是多少啊？他会开始问你说细节，说，你是用多少的研磨度啊，水温多少，然后你冲几比几之类的。比的盆泡泡的时间随的温度各人一时各少一时，拢会影响到咖啡的口感。陈芬林的家陈美玲就讲，叫佢啉一杯咖啡真麻烦。我们在冲泡咖啡的过程中，热水去溶解咖啡粉的过程，它溶解出来的成分比例在比例上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简单的说，喝起来的感觉就会有强弱之分。这种就是类似像烈酒杯的杯子，然后它也可以像喝红酒的方式，你在有香气的表现开始挥发出来之后，你去喝的时候，跟你没有摇晃喝的味道是很不一样的。入到陈芬林的工作室，就像来到咖啡的实验室，摆到慢慢的係各式各樣同咖啡有關的東西，親像係手沖壺、利比亞豆。所有的咖啡我都着迷，只是手沖它讲究的东西，还有它可以玩味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。而且，其实手冲这一块领域呢，会有不断新的器材被研发出来，你会发现到你根本玩不完。陳芬林就像係專門提教咖啡的教頭王，佢嘅工作室就係佢教嘅素材。同可能嘅也台像係顯微鏡嘅東西係乜嘅？看到嘅麼？原來也台按精美嘅儀器係按咖啡體味。你在研磨咖啡的时候，为什么有时候自己冲出来的味道会有不好，或是过浓或过淡？那可能起头就是从研磨就开始有问题了。明白侬詳細記錄按體味嘅速度，因為有工廠師嘅背景，陳芬林輕重視數據。其实以前做工程師的時候，其實很多數據，因為數據不對，就整個我們在做那個運算的時候就會有問題。那其實我們在建立這個咖啡的數據也是一樣。如果我們一開始不知道這個是錯誤的，但我們卻一直重複這個事情，所以一直都在做錯誤的事情。那錯誤的事情，我們一旦把它數據做出來之後，你會發現到它真的是不行的。我現在烘的這支是 Geisha， 就是藝妓啊。那我要烘的時候，我可以調整到盡量不要太酸這樣子，
或是你想要更酸一点。咖啡的口味和个香味，因为上头的无相同，各有特色。不过，按样的问题呢表现出来，可以太火时间可以长，弄个扭到准。它不能 delay 啊，这个过程中它不能 delay。如果有 delay 的话，就是代表说这将会是没有用的数据。如果你未来想要复制的话，就会有问题。肯定本土的各大变化，还可应注意咖啡豆变化的设定。专门照人客的需求来配咖啡豆，是陈凤玲其中一个成员来路。出度的咖啡豆哔哔啵啵的音响，以下的规部的拢是咖啡的香味，无时间享受的，还要赶紧在3-4分钟内将温度降下来，希望香味走脱的就变做无味丝的咖啡的。光这样练习下来，其实已经应该有半年了哦。有了哈，有应该有半年。福建版还无30岁就开的咖啡糖，咖啡对佢来讲是用来留年客的心的。退役后就隔天的年客要再过来么？咖啡的专业人士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多，所以其实你啪啪跟他讲说，例如说这个咖啡可能带有怎样的味道，还是怎么样，其实我说实话，可能10个人有8、9个人喝不懂。可是他其实在乎的就是好喝不好喝。因为他是跟人家叫豆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有时候拿的时候，这一次就是假设好了都是耶加雪菲好了，第一次叫耶加雪菲，然后我第一批的耶加雪菲用完了，第二批要准备订，但是第二批订来跟第一批会有落差，所以他冲的时候他就有感觉。今年想要用好里面咖啡，同年客留下来，一搭配套的泡咖啡是基本的功夫。我哋有陈凤玲一个有面线又懂很高的咖啡师，半年内佢嘅技术进步一定多。那虽然我今天跟他学烘豆，可是其实我无形中也学到，例如说今天虹吸也好，或者是手冲的一些新的技术也好。那我觉得他是就很喜欢分享。那其实我觉得老实讲，这是最好的，就附加价值很高的一个老师。CP 值超高。你如果是210度拉到8分48秒。其实你磨成粉的颜色的深度，会比你在8分30秒211度的时候还要来得深。温度正差1度，泡的时间再多加18秒，配出来的咖啡豆味丝就会完全无相同。再多加一粒咖啡豆，泡出来的口感嘛会无相同。陈凤玲讲，我项讲究就是希望透过安尼推广大家来是好咖啡。推广这个东西是慢慢循序渐进的。然后比如说尽量是喝好的咖啡，不一定要喝到很精品的咖啡或很贵的咖啡，而是要喝个比较健康的咖啡。所以大部分在咖啡饮用上，我都是或教学上，但是就是以比较有健康的方向去主导。透过推广咖啡，陈凤玲认识了各行各业的朋友，嘛因为有咖啡师的身份，佢做得4天8下去教人，咖啡丰富的各个生法。嘛，因为佢哋按样会做出一杯好咖啡有乜嘅功口，很多人将享受得到咖啡很多层次的声音口感。